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19，旧历的3月7日，礼拜一。在地新闻的头一站来到台中市的中区，来看这个中华路的夜市啊，有一栋人家厝，昨暝11点火烧厝。消防员伫2楼到3楼的楼梯间救出着3个囡仔，分别是一对5岁甲3岁小兄妹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是5岁小女童。但是3个囡仔互救出来的时阵，拢已经无生命现象，送病院急救。救袂转来咯！啊，迄对小兄妹仔的妈妈当时嘛伫咧厝内，伊惊讲逃生，互烟来砸着伤。另外，还佫有一个查甫的厝骹小烫伤，送病院。中华路夜车内底发生火烧厝，直庆厝龙烟，上车到场甲人救出来。其中一位58岁先生，敢若手有淡薄烫着伤，不过厝内有3位囡仔，互救出来时阵拢已经无气。这个火势最猛烈的地方是在2楼，那3楼的部分就是只有浓烟窜升。3个都没有生命征兆。对他们脸身上都有熏黑的痕迹。这栋3层楼的楼仔厝，3楼是嵌铁片，1楼是洗头毛的，2楼是导火点。当时消防员伫2楼和3楼之间发现一对5岁和3岁兄妹啊，佮有一位5岁囡仔。小兄妹是住3楼，姓邢的小妹妹，对，那个是住2楼第2间。厝边讲住伫遮的拢是共岁的，小兄妹啊平常时和老爸老母做伙住伫遮。事发当时妈妈伫厝内，伊自1楼逃生有淡薄吉伤。另外一位5岁囡仔，伊和爸爸佮有爸爸的女朋友做伙住伫遮。3个囡仔定定算做伙。当时小兄妹的爸爸和5岁囡仔的老爸拢无伫厝内，干那小兄妹的妈妈咧顾。那时候你是去带小妈呀？台中市社会局讲，这2个家庭拢是因报作为对象，火灾造成3位囡仔死亡，区公所已经协助安置家属住伫旅馆，来提供关怀了哈，还有急难救助啊，甚至火灾救助的相关的这个协助。厝边讲，这3位囡仔过去有算赖大记录。查某只是时常咧耍的啦，毋是今仔日耍的，今仔日我是毋知啦。这摆火灾敢是人为造成的？消防人员目前要长咧调查。